日要講嘅題目就係、假如我是女校男生。首先，請各位同學唔好誤會，唔好以為女校男生你入咗天堂，除非你以為老風龍明説以前係唔使返學校讀書嘅，你明啦我。在此之前，我想同大家講下我哋依家讀緊嘅男校同女校嘅分別。第一，喺學生方面，大家都知嘅係男校同女校就只有男仔同女仔特別，兩者喺學生方面分別嘅規則都有所不同。除此之外，其他嘢都係大同小異嘅。但係如果我呢個男仔要喺女校度嘅話，哇，問題就大咯。女校開設嘅原意原本就只有女仔受咗，校服就當然都有份啦。咁如果呢個男仔喺女校入嘅話，校方就要特別為我設計多一套校服，造成好大嘅不便。隨之而嚟嘅就係、校方就要為我一個人喺校規方面做出好大嘅修改，特別喺服飾同埋行為方面，可能嚴格規定所有學生都要男同嘅任何身體接觸，唔可以喺樓梯間度跳躍，體育堂一定要喺更衣室換衫等等。講到呢度，各位同學先從嗰種網上之中翻嚟現實先。其實講真啦，女校男生一啲都唔容易㗎。呢個男仔要同成班女仔相處，一定會好唔習慣。仲有讀女校嘅女仔，俾我嘅印象多數都係小心眼、心機重。佢哋嘅日常生活都係講八卦啦、評頭論足同埋可能認衰，即係同一樣嘢啦，講是非。我哋班男仔因為講嘢都係口直心快，有時可能會唔覺意。我要強調係唔覺意有啲動作，大家係男仔嘅人自然會留意啦。但喺女校就嗰陣時，呢啲行為就可能激嬲咗其他人，甚至俾人話非禮都唔知發生咩事情。加上女校男生會被視為一個獨特嘅存在，可能有啲人會因為咁感到不滿，輕則可能會俾人針對投訴，重則可能會被騷擾、杯葛，甚至係欺凌。而且外界嘅人都認得出呢個校徽係女校嘅，咁我呢個獨特嘅存在就可能會受到外界嘅排擠。除咗以上個人感覺嘅唔好之外，喺學校嘅設施方面都有好大嘅不便。例如喺女校入邊未必有一個男廁啦，而一般嘅學校，男校或者女校喺上體育堂嗰陣時都係喺更衣室入邊換衫嘅。咁如果女校更衣室入邊都要男仔嘅話，唔好話佢哋啦，連我自己都驚。咁就會造成上堂嗰陣時一個好大嘅不便。但係雖然上嘅女校男生有住好多不便，但係我相信咧，講咗咁多年都係個藉口。心入邊只要係諗住讀書嘅話，無論讀緊係男校、女校，甚至係男女校，都係冇分別嘅，都係專心上堂。翻咗屋企之後努力温書啫。所以我覺得，只係男校、女校男生，只要係努力讀書就足夠。